乡亲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来自南美洲亚马逊森林的违反毒品死沉水流入台湾了。有一个外国籍的查甫码头成立着群组举办活动，现场就提供这种违反的毒品死沉水，讲会当互参与者净化身心，产生迄种通灵的幻想。即卖已经互警方来逮捕了。医生讲，这种的死沉水是属于二级的毒品，会伤害咱的心血管。若食过量，可能会引发到血清素症候群，会来发烧。若是严重者，阁有生命危险。前协助被迫使对镜头一直洗目血，保证是平常时也是一个专业的码头，不过私底下却变作是十般无私，甲真侪人做通灵仪式。陆续的魔影是在台北市的松山闹区民宅里头假冒成萨满巫师，提供民众死藤水，让他们体验前所未有的通灵快感。查甫人他妈摕开门，目睭稍微，敢若拄困醒。警察都没去厝内，看到一罐的干仔，拢是证据。一个姓布的外籍查甫码头，平常时也伫咧社群媒体办冥想活动的群组，广告南美亚马逊十万无数通灵仪式，甲人牵骨落难，强调会当互灵魂离开肉体，可以摕10万股做仪式。互参加的人产生幻觉幻听，收费一摆是4、5千块。不过，佮讲违法的草药啊、死沉水，会当互你淋烫海。我知道楼上本来就是有租给人，有时候晚上这边收，但确实是稍微比较复杂。附近的民众听到拢心肝头扎扎，因为就伫咧租厝内底做仪式，而且佮听讲死沉水会当净化心灵，不管是通灵、体验类似关落阴的经验，或者是见到未来，拢做会到。2甲基色胺是一种中枢神经迷幻剂，如果过量摄取，就担心血压上升、心跳变快，会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死沉水成分算是二级的毒品，接受这可能引起血清素症候群，会严重发烧，甚至有生命危险。现场也找到真侪薰草、粉末、大麻成分。这场冥想活动，讲冥想会当净化心灵。查甫码头装塔做10万，欺骗大众，毛警察给抓起来。Hello， 我是冯维之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